开宴仪式之後呢，就開放公眾來參拜啊！大家俾我們一點時間啊，謝謝。澳門紫山哪吒武廟值理會丙午年5月18日，恭賀33天哪吒太子聖誕千秋開印儀式現在開始，有請各位肅靜。上鐘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上香。一拜，再拜，三拜。梳文。細分成家佛學賴神恩。根據澳門士山哪吒本廟15號地碼、澳門士山哪吒廟情況21號地碼，奉到本廟執行主席鄭權光領本廟眾弟子暨海外公廟主事善男信女等，奉道收恩。現今天運歲次丙午年5月18日，恭逢安民護國哪吒太子降魔多法大天尊3165年寶誕，聖壽無疆，通氣合會奏平等，成王成孔，揮手動手，古風百發。復為荊州聖將別就前鋒，威武堂堂安天下，一對蓮花化成莊嚴景象，哪吒太子神光如黑，智勇智剛顯威盛，萬法廣濟救血疾苦十方，因逢寶誕敬地誠意，祈天護國賜福有馬，甜心慶賀品地香花茶果，讚修之意，循道教之方言，敬獻xuất民，共秉丹心，自心常獻，遙曉祝壽之際，恭祝哪吒太子聖壽無疆。今逢聖誕，天放瑞彩，地節祥和，萬信行歡，十方人慶，體無叛徒瓊章之意，為書兒揚恭敬之情。福願大年無極，長春永存，吾道弘揚，萬國來鴻。浮品神恩垂駕，悉賜民生樂利，國運昌隆，無無不應，有感施功。四時無災，百事有慶，家安齊腳，人壽年豐，諸位順利，萬事亨通，家運鼎盛，善信敬重，萬般如意，大國吉祥，繁言未數，總賴並，心香傳達，永疏常。文言天運歲次丙午年5月18日，據疏伯大舊請。弟子鄭權光請接令旗。請接寶璽。
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有請結義堂接恩。太阴大吉，祝愿哪吒太子庇佑众生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百业兴旺，阖家安康，万事如意。